距離上一次小野聯名 Klotz 嘅盲盒已經差唔多4個月啦。今次會同你哋分享一下即將推出嘅 Echo 系列新品圖透。我哋會見到外盒沿用翻一貫嘅紙皮質感去設計，封面款似乎係頭頂住水桶，手拎住木馬嘅頭。全套係12個基本款加1個隱藏，周邊商品有迷你袋同埋掛飾。呢個係其中一個基本款，設計都唔錯。小野頂住煲，熊仔頂住煲蓋，兩者有呼應嘅感覺。呢一款我都幾中意，小野戴住小丑帽，件衫就好似百家被咁，唔知道佢個名係咩呢？呢一款有外星人 Buddy， 唔好睇佢好似平平無奇咁坐喺度，我哋會見到佢嘅頭同埋手都露出咗端倪，似乎係機械人嘅造型。再反轉去背面，原來內有乾坤㗎，大家估下呢個係咩嚟嘅？3、2、1，慢慢拆出嚟，仲差少少。Bingo， 冇錯，就係電池啦。呢一款來自2粒電池，我覺得係雙耳、頭頂同埋心口會發光。期待住佢推出嘅時候會有更多嘅驚喜。今次就分享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